復活期第二周星期三，宗徒大事錄5章17到26節，若望福音3章16到21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4月15日，耶穌基督。今天若望福音的讀經，就是整個基督信仰的核心了。天主這樣愛了世人，竟然把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致喪亡，反而獲得永生。多麼溫馨，多麼安慰人心的喜訊啊！基督信仰不只是相信一個大能的創造神，猶太教和回教也是這樣相信，更是一個愛我們，為拯救我們而犧牲自己的大愛的神。而我們是誰？聖詠第8篇道出了我們每一時代的人的心聲。當我仰觀天主手指所造的穹蒼和布滿天空的日月星辰，天主是誰？我們人是誰？天主竟然對我們人念念不忘，眷顧周詳。如此愛人的天主，如此振奮人心的喜訊，我們能不跟別人分享嗎？天主愛我們，所以給了我們的獨生子，愛和給是連在一起的。我們在愛的遊子有機會回家的時候，父母用心煮了我們最喜歡吃的飯菜，自己不吃，卻一直拒絕聽我們說飽了，吃不下了，不停地把飯菜往我們的碗裡塞，還一邊說吃吃。我們關心愛我們的鄰人的話，我們也會給他們我們的美好信仰，讓他們也獲得信仰的安慰，獲得永生。福傳的心火是跟我們的愛心成正比的。這個關於永生的信仰，就是今天第一篇讀經裡面記載的。宗徒們被天使奇蹟般拯救出來以後，天主要他們所做的，你們去，站在聖殿裡，把一切有關生命的話都講給民眾聽，也就是說，把耶穌講給民眾聽，因為主耶穌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小德蘭福傳之友也謙遜地體認到，要去把一切有關生命的話都講給每天碰到的人聽，還沒認識基督的家人、朋友、鄰居、同事，甚至偶然碰到的人，其實是天主安排讓我們碰到的。